来继续来看高雄一个诈骗的通缉犯，专门上准着妒忌的老大人来骗钱。像进前就到凤山一个妒忌太太的厝内，讲伊是对方后生的朋友，假可能要甲借医药费，太太就甲身边所有的现金12000块总借互伊，尾也找无人，打电话给里长才知影互骗去。里长甲路口的监视器提供给警方，顺利甲人逮捕，移送法办。透早7点，一个查甫人入去家己住的负责人因兜，过4分钟就行出来。无偌久，负责人嘛约出来，一个人徛伫路里，这看遐看，唔知要安怎。原来伊去互骗去啊！大家敲电话啦，因叫他讲，原来恁囝叫你先摕借我啦，哈，啊我等下摕向恁囝较摕，伊讲要甲因母啊买目药水啦。啊，我主席桌内底多万几块，叫我阮祖囝领来要我借2块的饭钱。啊，我就发觉讲唔对好，我赶紧约出都无看人。一个84岁负责人，平常时啊，一个人住伫高雄凤山中义里。7号透早，一个查甫人讲是因囝的朋友，要借医药费。好心的负责人甲身躯剩的12000块借互伊，查甫人煞走到无看影，煞被负责人敲互里长，才知影互骗去啊。穿的类似像那个工人的服装，那个阿婆呢本身年纪也大了，所以也没有什么警戒心。然后说他就自导自演说啊2000加上佫无啥够呢，安怎我就可以借，就一直加码。里长发现是诈骗，随调电案提供警察来办案，查落才知影，这个嫌犯竟然是诈骗通缉犯，之前有真侪案件，想袂到逃亡的期间唔知悔改，世界市电铃找一个人大是大人做肉店。发现薛男设有重嫌，于本月10日经警方查缉到案。警方上尾伫三明区甲人掌到，伊讲12000块拢开了啊，利用老大人的善心来讲骗，实在有够恶质。后续嘛依照诈欺罪嫌移送法办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 频道。